除了这个孔雀溪水，我们巴塘弦子中还有兔子蹲坐、布谷鸟飞等种种模仿动物的弦子舞。无论是源于情感表达，还是图腾崇拜，通过舞蹈向我们展示身边的自然之美，从而关注保护自然。这也正是向我们展示了弦子文化的魅力和它丰富深刻的内涵，以及它的社会价值和向社会传递的正能量。抖音